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31日。罗马书12章20安尼讲：无得甲即世间相款，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。互恁会明白，什么是上帝善良、通欢喜、顺转的旨意。三个来祈祷，爱愿无甲世间相款，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的天平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！愿要学你，因你的智慧远过诸天。你的道路远过人的道路，你的旨意极其美善，你的真理永远存在，你的信息达到强强，你的慈爱永无改变。主啊，感谢你赐话语，成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啊，你爱阮无效法这个世界，因为世界的价值违背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无对世间来行，互阮知就用心智换心来改变家己，通明白什么是你善良、通欢喜、顺转的旨意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